甲咱的镜头刷到台湾的后山，先来看台东美丽湾度假村的开发案，伫2007年完工，但是经过10外冬的环评的纠纷，到今也是无法度营业。这业者损失惨重，向台东县政府提出着赔偿，讲要爱10外亿的赔偿金。这对台东县政府来讲是一个正沉重的负担。也毋过当地环保团体认为是业者违法在先，安尼讨赔偿真无合理。打着竹牌啊，算是保卫原住民传统的所在，和警方会杀。2005年动工的台东美丽湾度假村的开发案，虽然讲2年了后完工，但是去互环保团体提出讲建造、执照、环评拢无效的诉讼，一直拢无法度营运。业者伫2018年提出仲裁，要求停止契约，向台中县政府求偿。对外是听说对方厂商是提出10多亿的这个赔偿。业者拍算讲，甲兴建的成本、甲营运的收入，全部拢算入去赔偿当中，但是县政府无法度接受。报告书在5月底之前，他会提出来，然后再进入到最后的那个3个月的议价当中。环保团体嘛认为是美丽湾违法在先，无应该互台东市民对内负担。业者违法在先，他们应该要去承担这个所有的他们认为的损失，而不是转嫁到台东公民身上啊。台东县一年自有的财源干那15亿，就算是分期来还，嘛有利息的问题。美丽湾案经过11年大大小小的冲突，4任的县长最后业者决定退场。环保团体嘛希望讲，县政府会当透过公开透明的机制，替现存的违法建筑找到上好的方法解决。